伫咧嘉义大南的中山路顶头有一间超过100年的古早厝，伫2年前通过着嘉义县文化资产委员会审查，登录做历史建筑。即马有几来个回乡的少年人，甲南华大学合作，伫遮成立工作团队，还有工作站，透过导览的方式了解在地，嘛希望成做少年人关心在地事务的交流空间。 嘉义县大南这栋有100万年历史的建筑，即马重新搁再利用，少年朋友伫遮推销在地的农产品，甚至搁做料理推广给大家。 这个场域它其实一直都存在，只是身为在地人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它之前都是没有被活化的部分。那现在有我们年轻人加上国发会的计划的这个资金挹注的话，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运用在这个场域。包括一些 NGO、NPO， 还有这些年轻的串导之下呢，南华大学担任的是人才培育的角色，让人是可以慢慢留下来的。 这几个回来故乡的少年人配合南华大学，做好向国家发展委员会申请地方青年培育工作站的计划补助，希望透过这个工作站发展地方创新。南华大学包括我们的江明鹤江大哥，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来如何希望争取到这个资源，能在我们嘉义的大林设立一个据点，来推动这些创生的一些方案。大林好正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一直做在地的自媒体，我们一直在宣传在地的好的事情跟好的产物这样。大南好工作团队表示，因内底有人是因为疫情才回来故乡，嘛是配合南华大学的专案计划，才会豆豆来了解大南。希望透过工作站的成立，除了推广大南的物件，嘛会当记录甲找出在地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